时代伫咧改变，也发现讲这1995生命专线，真侪少年人呢都无啥爱用电话甲人交谈。为着要鼓励青少年讲出因心肝内的苦楚，生命线对111年开始推动文字对谈，会当用赖面册着志刚老师关怀你的心情。这生命线也希望未来会当甲这服务的对象，对青少年增加到青壮年。 青少年心情无好，会想要透过传来，也是网络抛文章来表达心情。为着要对着时代的脚步，1995生命专线对民国111年开始，针对青少年嘛推动文字的对谈。咱如果讲若无一个创新，也是讲找一个出口，互少年人有一个所在，会当家己的心内话讲出来，会当透过文字写谈、文字的方式，因拍电脑足厉害啊，因要敲电话对因来讲，真的有难处。 根据生命线的统计，112年用文字协谈，总共有880位的民众使用，其中13岁至29岁占63%，30岁至59岁占17%，因来65岁以上的民众上少，干那一位。不过，若是1995电话专线的部分，使用年岁的族群，就甲文字协谈完全颠倒变，13岁至29岁只有10%，不过30岁至59岁却有55%，显现出 世代的差异，目的只要对话下去，不要挂我们电话哈，就变成我们最近这几年为我们志工老师上课很重要的一个目的。如果用 Line 或者是 FB 上来，我们是看不到大家的名字的，所以其实是一个这个匿名的措施，让很多青少年他愿意加入好友，然后来跟我们做对谈。 为着要提供青少年文字协谈的服务，一寡原本接电话志工老师嘛爱透过上课、评估、考级来学习用文字甲青少年开讲，建立信任是头一步，互青少年拄着困难的时，有人会当讲，有人陪伴，找到心理的支持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